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我是齐英莹。是不是开始来关心不幸的交通意外发生在高雄？高雄大桥区合富路发生一件严重的车祸，有一台载水货车转过来时，可能是速度伤紧，冲到对向的车道边一连了，弄到2台奥多摆，其中一台骑奥多摆的人送到病院急救嘛是无效。骑奥多摆的人拢是二手大学的学生，因是下课准备要离开学校，想不到会拄到意外。其实这条路，这个连续的弯弯弯弯真侪，要过真侪学生一定要行这条路，虽然有限速40公里，要过真侪车拢驶真紧。以去年1月份到3月份来讲，平均1个月就发生4件车祸。奥多摆骑伫咧路，准备转弯的时，对向货车雄雄失控弄过来，完全闪袂赴，就安尼互搞死。不过货车边一连赶快无停落来，后壁骑车的人看到紧甲车等咧，拼死命紧走。有看到那个碎片的时候，其实会有那个算是恐惧吧，都会有一些心理压力。等等来到事故现场，机车已经互弄甲规台密密麻麻，交通牌啊嘛互弄甲规起飞起来。啊，死去的人是附近二手大学4年的学生，中途等下课才准备骑车离开学校，就发生意外。这个学生是在校外租屋，那是这次的意外是在学生下课的途中发生的。学生呢在学校的表现非常的好。林姓男子轻伤自行就医，李姓男子伤重急救无效。驾驶虽然无啉酒赛车，不过敢若驶收过熊，车道阁再收一水桶，才发生意外。高雄义大的186甲线道周边因为弯道多，因此限速40公里。如果行经的车辆没有减速慢行，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会发生车祸意外。根据统计，去年同一个路段1月到3月，拢总发生13件车祸意外。今年包括8好7件，是有7件。这条路是技术大学学生常常经过主要道路，即马除了要求车辆放慢速度，相关单位嘛一定要重视道路的规划，才袂阁互危险的代志搁一摆发生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